有动保团体指控台中西屯区一个领养14只猫仔的李先生虐待动物，造成3只猫仔死亡，4只受伤哦。伊嘛批评动保处拢无积极作为。冰树鸟的指甲去用挽掉，空喙发炎出脓，喙齿还去用挂开。台中市一名李姓男子半年之内领养14只猫，涉嫌领地。动保团体指控，去年12月，动保处甲警方得到消息，到里南西屯的租处所在，所干来将其中2只猫送医检查，无将其他的鸟物入扣留，最后造成遗弃的鸟3死4伤1失踪。送养人甲动保团体17号到台中市府抗议，批评公单位无及时介入，严重失职。那个痛有多痛？我想，每个人真的是送养人都会非常的心痛啊。我们的主管机关既不没入，也不扣留，而且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台湾各县市的情况哈。动保团队表示，本来是2018年苗栗区成竹笋热狗案了后上严重的领地动物案件，要求政府严办加害者，而且列入领养的黑名单。动保处强调，动物伫咧法律上属于物，扣留需要得到所有权人的同意。当时李南已经送医，因此无及时处理。行政法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要没入的话，需要当事者的一个签名证明的话，我们才可以，而且要宣告他的权利义务，我们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当下没有当事人，所以我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法界人士认为，无论是动保法也是行政法，拢有规定，若是对动物犯罪行为有授权主管机关会使没入行为人饲的动物。2017年台湾高等法院判例已经认定动物是介于民法上人甲物之间的独立生命体，公单位应该对时代行。动保法的第25条之2也有规定，主管机关针对这些施以犯罪行为的受害、被施以犯罪行为的受害动物本身，是可以进行没入的裁处。动保处表示，目前已经以动保法向警方告发侦办，司法了后也将李南列入领养的黑名单。若是超过以伤害鸟死亡属实，会面临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万至200万块罚金。公司新闻台中报道。